爺爺，咩係希望啊？由於人類嘅過度捕捉，導致魚類物種極速下降，呢種捕捉壓力遠超魚類群種嘅自然再生能力。爺爺，大海點啊？可能大海病咗。咁點算？今日我哋啟動咗全港最大規模嘅人工海礁計劃，唔係為咗填海，而係為咗填補被拖網漁船撕碎嘅海洋生態。爺爺，啲人工魚礁會唔會困住游向大海啊？唔會啊，你睇，如果冇人工魚礁，嗰啲魚就會被人類捕捉，無法長大。哦，我知道啦，就好似國安法，有人認為佢係困住人嘅行為，但其實保護咗我哋嘅生活，為社會繁榮提供保障。係啊，制定香港國安法嘅目的係維護國家安全，防範制止同懲罰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嘅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恐怖活動、勾結外國境外勢力、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行為，保持香港特區嘅繁榮同穩定，以及保障特區市民嘅合法權益。剛剛呢個新聞同國安法都幾似啊！係啊，我哋就似嗰啲魚，而國安法就係人工魚礁，係我哋面對各種社會問題嘅希望。唔單止咁，人工魚礁更係保護我哋嘅生態同生態環境安全，都係社會穩定、國安安全嘅基礎。但係如果為人都係過度捉魚呢？你知嘅世界都會有唔守規矩嘅人，法律真係可以控制佢哋。所以我哋要將魚礁建得更堅固，等破壞規則嘅人無從入手。所以人工魚礁係魚嘅守護者，國安法係我哋嘅守護者。